三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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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 ，test 一二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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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。喂喂喂 ，OK OK。
亲爱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伫新的主日，会当看见，会当三角看见。啊，上重要，咱就是要来见咱的上帝吼，这是咱的福气吼。啊，咱伫要做礼拜之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即阵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真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的引带甲带领。虽然伫即礼拜中间，阮有经过着风台，伫南部造成有较大的灾害。阮伫今仔日，阮也阁看到日头，主，毋管是落雨出日，这拢是主你的旨意。阮拢要感谢主你。伫阮的生命中间，阮有时嘛是会亲像，有时拄着艰苦心的代志，有时阮嘛是欢喜的代志。总是阮知影，毋管阮伫什物境遇，主你拢甲阮三角同行，你拢甲阮伫底。伫即个中间，互阮会当体会着主，你是在听阮。伫今仔日，我们要阁守圣餐，阮也要感谢天父上帝，你找你的独生圣囝，为着阮的罪来到这个世间，互阮伫守圣餐的时阵，互阮会当阁一边来笑念，主你会疼遮尔大，你爱人人拢会当得着救，爱人人拢会当得到即个福音。毋管什物时阵，你也要爱互阮会当甲主你来同工，互阮将即个白白所享受阮的即个福气，来甲别人来分享。这是主你放伫阮每一个人中间呼召。主啊，阮将阮今仔日的敬拜，阮的讹乐，拢要恭恭敬敬、敬敬来献伫你的面头前，愿主你来接纳阮的服侍。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咱要来锻炼咱今日的诗歌，咱来献开第一首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。伫唱的进前，我先来读一段经文。独耶和华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恬恬。咱咧唱的时阵，咱先来唱第一节，搁来唱第三节。请。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伫主面前献上火祭。上帝的圣殿内，大家点睛礼拜，心肝全已经献归拜。对真白上帝，领受你的关爱，我努力到万代，恳求万好源头，清起我心焦头，只可成主必等到，亲像星赛照照，看你灿烂荣耀，互阮学了头到白头，圣旨到永远，我阮的主
来唱354首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。彼得甲因讲，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到互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信心的赏赐。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。咱人既然大罪出世，就像魔鬼的天际，叫天意断掉小平花，我靠家己袂话斗拖。三位一体甘咱立约，所以想起写咱做相。虽然心情生活的形，走到天堂万福丰盛。咱搁来唱366首。主，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。作者来爬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共款，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。主，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，流出你宝血，献出你疼我，当我被这道恭敬感谢你，影响你笑脸，迎合你笑脸。就归你，想我的饮食，每日拢欢喜。求主你赞我，会忠心不移。你到你过来，你到你过来，你到你过来的心。上尾一首242首，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。这经文较长吼。诗篇第121篇，我要举目望山，我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我的帮赞对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蛇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，看保守以色列的，也无拄面，也无困去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应允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也袂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。我的目睭会举悬来望山，希望我主。我的帮赞是对他落予我，他落受赐。我一切帮赞对主上帝来。
的诗歌就到这，咱备办心来进入礼拜。已经有做干净的到遐多，亲像云围咱，就着放的逐样会重担，甲快快天寒咱会做，用吞论来行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，着主神看耶稣，这是最神的源头甲正尾的。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，就无要紧忍受失日价。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，这是同齐来吟诗，神圣诗281首，281首，上帝即时临在。上帝即时临在，大家同心敬拜，伫主面前虔诚服侍。上帝伫圣殿内。大家恬静礼拜，心肝专一，敬虔跪拜。同一真拜上帝，信靠你免看碍，学乐你到万代。请起立吟全首圣诗281首。上帝大家同心敬拜，伫主面前虔诚服侍。上帝伫圣殿内，大家恬静礼拜，心肝专一，敬虔跪拜。上帝，信靠你免看碍，学乐你到万代。上帝永远存在，听看见是何爱，万事万作归敬拜。现在，你我。
请坐。这时同齐用主祷文来向主祈祷，请。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抵带阮入地狱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这是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第16篇，启应文第16篇，也就是诗篇第57篇。启应文第16篇，咱同齐来启应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秘伫你实骨的知音下，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。上帝会对天施恩救我。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实。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。因的喙齿亲像枪，亲像箭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盘过天。因伫我的脚前设罗网，伫我的面前开陷阱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坚定。我的心啊，就醒起来。我要甲天叫醒。主啊，我要伫列邦万民中感谢你。因为你的慈爱哪天遐尼悬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盘过天。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愿懊恼你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堪比阮懊恼。你创造这个天地，交互人类来管理，总是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听见列邦有争战的声，有真侪国家伫战乱的威胁下骹，人甲人因为欲望彼此相争，彼此互相伤害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无实行你所爱阮相疼的旨意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对你遐自信，伫你遐定心来得到快乐。伫即礼拜中间，台湾拄着真大的风台，虽讲住伫台北的阮可能无法度感受，但是伫即时，也有侪侪所在咧停水、停电，因咧摒扫互风台、大雨、淹水所迫害的家园。主啊，阮实在真歹想象，2-3天的中间有真强的风来吹是啥物的感受？总是主啊，我相信伫礼拜日的透早，你互阮日光，你互阮笑容，互阮知你是所疼，阮是你所疼的囝儿。主啊，伫阮的会中，嘛有真侪兄姐身躯软弱，有可能无法度出门，有可能有真侪所在需要人的帮衬。但是主啊，求你互阮注心伫你，互阮时刻对你遐来得到欢喜快乐，因为你赐的平安，永远拢交业阮用。
你的恩典，拢在我的生命中真侪我的困难。无管阮现在处伫什么样的境况，只要阮仰望你，阮就会得到主你的祝福。恳求你甲阮三个弟弟，坚定互阮的脚步，互阮时刻通学老，通敬拜。祈祷奉主耶稣叫圣名求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救赎阮平安。这是来读一位的圣经，记载在新约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。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，咱要对第6节读到第11节，记载伫台语汉语本新约的部分163页。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第6节，若是保罗知因一边是撒都该人，一边是法利赛人，就伫公会中叫讲。兄弟啊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囝。这点受审判，是因为死人国外的愿望。讲安尼，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相争，众人就分平。因为撒都该人讲，无国外，也无天使，也无神。总是法利赛人就连两项拢有，就大宣讲。法利赛迄边的经学士几若个起来争辩讲，阮看即人拢无歹，若要是有神，也是天使甲伊讲话呢。迄时拄大三更，千总惊了保罗，互因拆离，命令兵丁落去，对因中间抢出，带伊入营盘。迄暝，主徛伫保罗的身边讲：纵你的心。你捌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干净，也的确要安尼做干净伫罗马。读圣经到伫遮，只是请圣歌队来学老，因所要献的死事，对伊恩典得救赎。
这时请牧师来正道，伊的题目是向有你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上帝伫你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、看顾阮，互阮伫日常的生活中间，阮领受你的保护、看顾。虽然外口的世界混乱，总是你的真理成做阮的倚靠，互阮照着你的真理来行，互阮伫你的稳定中间，经历每一届、每一天所拄着的代志。这时，阮自执伫你的面前，愿你看顾阮，开阮的心，互阮领受对你遐来的话语，成做阮灵命的美牛，互阮领受，阮会当有气力继续向前来跑走。愿恳求信心引带，互阮明白你的心意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毋知咱有捌做过公亲的即个经验无？有无？即个公亲啊，毋是讲真大条的代志，有可能是你的囡仔，有可能是你的同事，有可能是你生活中任何的代志的时阵，你必须要出来做一个公亲。那呢，你捌处理过即种纠纷业务？比如讲，拄则咧讲的囡仔中间的冤家，我想咱可能拢有经验。较细汉的囡仔来甲你斗讲。啊，迄个某咪人吼，也是我阿兄、我阿姊吼，咧甲我欺负啦。哦，伊受了什物款的对待，伊感觉真无爽快，也是讲伊感觉真无公平。那呢，即个时刻，你会安怎做咧？甲较大汉的叫来，甲伊讲，你是为虾米安尼？然后甲念、甲骂。也是讲，你会甲叫来了后，听伊咧讲，到底迄个时刻发生过什么的代志呢？当即个整个的过程了后，你会安怎判断讲，到底倒一个人、倒一方，伊讲了较有道理？我想，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无论是伫旧约也是新约，其实这中间拢记载真侪纷争之地。咱若对创世纪开始看，上帝创造亚当夏娃，迄个时刻就出现，咱讲记载的记录内底第一届的纠纷，就是亚当甲夏娃食了迄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了后，当因两人咧面对上帝时阵，亚当就甲即个责任撒互夏娃，夏娃就甲即个责任撒互啥？迄只蛇。总是因两个人伫上帝面前，拢讲啊，敢若真有道理。不过，上帝知影因真正迄个犯错的根源是甚物，以及因无愿意承担家己的责任的时阵，上帝就照着伊的公义来处罚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有时咱嘛亲像迄个亚当也是夏娃共款，咱会辩解。因为咱期待透过咱的说明、咱的讲的言辞，也是甲人这种动之以情，要让对方来相信家己，互咱家己本身的利益、名声，也是讲形象得到一个保全。所以，当咱咧讲的时阵，有可能是要互人来认同咱，互咱所讲的，互听的人感讲，这是有道理的呢，这是对的呢。但是真相敢若一个，倒一个人所讲的，才当真实显明出当时的状况呢？咱看今仔的经文，当犹太宗教的领袖，伊咧想尽办法要将保罗甲除去的时阵，保罗就必须要为着家己所坚持的信仰来说明。圣经内面记载伫一位罗马军队的指挥官，伊出面将保罗伫迄个群众真愤怒的即个情景内面带出来，因为这位指挥官伊想要确实的知影讲，犹太人到底用什么款的理由
要来控告保罗咧。所以第二天就带着保罗到议会，当着祭司甲议员的面前，和保罗徛伫咧所在。保罗徛伫因的头前，伊注目注神看到在场所有的人，伊开始说明家己过去到现在，伊伫上帝面前，伊的所做一切代志，拢是靠着即个良心，也就是讲，伊家己会当伫一个范围的内面的规范，来控制家己的行为的表现。因为这拢是来根据上帝的美善，但是在场的这个大祭司听到保罗讲这句话，伊就爱徛伫边仔的人来扇保罗的喙皮。所以保罗这时伊的回应是讲：上帝要拍你这个挖过粉的墙，你坐伫迄个所在是要有根据律法的这个规定来审判我。但是你违背法律，你反复因来拍我。我想保罗这时的回应是带着一个有咒诅、责备的口气。边的人随甲讲：这位是大祭司呢，是上帝的祭司呢。保罗讲：我唔知是祭司。保罗为什么讲我唔知呢？伊是真正毋知影伊头前这位阿拿尼亚是祭司吗？我咧想，咱想象迄个画面，祭司徛伫因的头前，可能伊身躯顶有一寡服装，会当表明伊的身份。保罗敢真正认袂出来吗？有学者安尼认为，有可能是保罗离开耶路撒冷伤久啊。所以无注意，嘛袂认得伊是大祭司。另外一种可能是，伊咧讽刺即个大祭司无应该有即种违背律法的行为。保罗伫迄个时刻，伊嘛看出来，在场所有人有一阵是无相信过我的撒都该人，有一阵是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。所以保罗就徛伫即个议会中间，大声咧讲：我是一位法利赛人，我是法利赛人的囝，要表明伊家己的身份，要争取对方的认同。伊讲：我伫遮接受审问，是因为我毋望死人告我。伫希腊原文内面的意思，即个我毋望死人告我。是咧讲有关即个有死人，有关即个毋望甲死人告我即件代志，伊即个毋望就是即个死人告我的代志。总是即个毋望，还佫有另外讲的是受告的人的毋望。死人告我是咧指受告的人来临了后，所带来死人告我。无论是倒一款的解说。保罗要做的是，伊要互法利赛人，甲家己看做甲因有同款一致的这个神学的观点，所以嘛是要互这个指挥官要了解，保罗伊所面对的这个时刻问题，是犹太内部的这种党派的分别的纷争。果然，保罗的这句话。引起了犹太内面这两个观念有差异的团体，因开始有纷争啊。因为撒都该人因认为无告我、无天使、无灵魂，因敢若接受到摩西五经内面的权威，因为伫这中间无讲到告我的代志，所以撒都该人因认为人死了后，灵魂嘛做伙无去。所以就袂有告我的这件代志，但是撒都该人因毋是全面来否认天使甲灵魂的代志，因为伫摩西五经内面有提到天使甲灵的代志，所以撒都该人因无全然的否认。
我想这是甲法利赛人因对国外的想法有关系，因为法利赛人认为，人死了后到国外这段中间，会用天使也是灵魂的形式来存在。所以当撒都该人因否认国外的时阵，因就连带无信任这个天使甲灵魂的形式。所以当撒都该人因无相信国外的时阵，因嘛无相信有天使甲灵魂。但是法利赛人因相信。保罗讲了这段话，法利赛派的经学教师就站起来，拥护着保罗。我想，这个时期保罗一句话、一段话，引起了这个纷争。很仔细的状况是，保罗不但无解决问题，无解除这个状况，反倒引起了更较大的纷争，场面更较紧张危险。伊要失去控制啊！所以保罗就伫即个指挥官片面伊受伤的时阵，命令士兵将伊带出来。咱看到保罗转去到耶路撒冷，伊面对犹太人的误解甲反对，伫一群犹太背景的信徒因的建议的内面，爱保罗伫无违背信仰的前提下面来解说，用伊的行动来解说，互人的误解这个所在。但是保罗伫要转去到耶路撒冷前的这个过程，伊就不断地收到讲伊要受苦的这个信息。但是保罗伊表明，伊愿意为主赔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信仰的教导甲世界认知产生差异的时阵，咱要安怎来坚持伫信仰的前提下，互家己无陷落伫世界的限制内底呢？也是讲，咱所认知的情、理、法，互咱伫咧判断代志的时阵，咱敢会产生一寡误解的现象呢？我咧想，是情、理、法，也是讲法、理、情，到底倒一个这个顺序是正确的？伫无共款的点，到底伫倒位呢？情、理、法的顺序，是因为讨论了情的层面，这个层面是要顾到人的中间的感觉甲关系。就会将这个代志的焦点甲失去啊，忽略掉这件代志是不是下伫法律的规定甲保护，互这个唔对的代志，会因为人的人情的关系变了无重要，也是无关系。迄个唔对就袂互人搁纠正啊。另外，那安尼时阵，咱当看到圣经的教导，咱要看到上帝的法则是啥物？其实上帝的法则就是法、理、情。这个内面，咱对旧约看到上帝互看见犹太人违反伊的律法典章，伊就提出警告，因为因背离上帝，所以警告因。透过先知点出犹太人所做错误的代志，然后提出警告，警告因会受到这的处罚。上尾，互犹太人知影，愿意悔改了后的恩典，会当甲上帝恢复关系。今仔日，当咱咧拄到任何的代志的时阵，伫信仰甲世界咧交错、咧即个冲突的时刻，咱是要照着过去即个往例来处理呢，也是咱要照着上帝的法度、法则来看呢？我想要改变人运作的即个方式，实际上是有一个困难度的。
不过，咱也会当照着圣经的教示，将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内面。那呢，我相信，当咱咧面对挑战的时阵，咱咧面对困境的时阵，咱就会坚定徛伫即个世界的中间。保罗伊拄着性命受到威胁的时阵，咱看到即个指挥官就是上帝派来保护伊的人，将伊带入去迄个军营，互伊的性命得到保障。过去，主耶稣嘛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向保罗传达伊的心意。所以，当即个时刻，保罗领受到主对伊讲的话，我无确定即个时刻，主耶稣是用什么款的意象，也是伫眠梦中向保罗讲话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即个所在，主要互保罗的信息是，爱保罗确实知影，当伊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，虽然会拄着困迫，会拄着苦难，但是袂亲像伊家己所想的，伊会伫耶路撒冷即个所在来顺道，因为保罗犹豫无完成的使命伫伊的身躯顶。所以主就徛伫保罗的身躯边，甲伊讲你放心，你要有勇气，你已经伫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同款你嘛要伫罗马为我做见证。当主耶稣向保罗讲这话，是互保罗搁较坚定来倚靠主，只要忠实来传讲正确的信息。保罗伫上帝保护的内面，所以咱看到圣经的描写，过当刚早起有一阵40几位的犹太人，因组织因咧共谋要杀掉保罗。所以当即阵人去看祭司头，去看这长老的时阵，因来召开一个会议，来要陷害保罗。伊嘛要借着即个机会来除掉伊。我想即个计划伫上帝保护内面，互保罗的外甥啊听到啊，伊就去甲保罗讲，保罗就甲即个指挥官讲，指挥官就为伊安排去到总督迄个所在。咱对于《使徒行传》内面看到，保罗做解伫罗马的军官的头前，中官的头前。为主的真理道理提出有力的辩解，所以咱嘛通讲，保罗是一个咱教会历史中一个真重要护教的一个大圣的人。我想咱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上帝即个真理的道路顶面，咱会当装备家己，互咱去到即个世界时阵，咱就会当来讲正确的道理。今仔日，咱有一位姊妹黄罗珍，伊要受洗礼，伊要伫众人的面前，要来宣告讲，主耶稣是生命的救主，上帝是伊唯一的上帝，信心是伊的保惠师。主耶稣要带来是救赎甲盼望。我想，当伊宣认的时阵，就是对这个时刻开始，伊要去传扬主的真理。上帝要使用伊，要对伊的言行举止、伊的心思意念内面，伊要成做甲主同行的人，伊要成主甲做同工的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确定啊，要行洗礼，牧师伫遮开始邀请恁开始想，你咧回想过去你受洗礼也是坚信礼的迄个时刻。当你迄个时刻，你的感受，你的心思意念，我想咱每一个人，拢愿意成做上帝囝儿的理由，拢无共款。咱对相信到军队，咱对军队到见证，咱对见证到宣扬，拢互咱每一个人伫即个路程的过程中间。正做现在你，现在正做军队基督的人，咱对门徒，
咱对信仰的实践，伫人生无共款的阶段内面，咱拢有无共款的使命爱去完成。那呢，我就邀请你对这个时阵，到确定啊，咱要领受圣餐进前，你爱想的代志是，上帝、耶稣、信神对你的呼召，对你爱去完成的使命是甚么呢？圣经内面记载着，保罗互掠去官府受审判，伫犹太人要威胁杀死伊，但是伊无因为安尼就烦恼，伊无因为安尼就惊吓，伊同款悠然勇敢咧见证福音的信息。所以咱对保罗的身躯顶会当学到真宝贵的一点，就是当伊陷落伫苦境的中间，伊无为着家己做任何的辩护，伊无去讲我是怎样，伊无讲我要安怎，伊所知是，伊要为主做见证。伊公开承认，家己虽然受过真严格的训练，但是伊对国外基督的了解悠然还阁真少，所以伊要见证的中间，伊悠然受到装逼，受到领受。伊宣扬的是国外耶稣，所以咱爱传讲对上帝下来的真理。有人讲有理行遍天下，但是这个有理是什么人的理呢？是你的，是我的，还是有权势，还是双向的？我想，这个有理应当是上帝所教示的真理，所以有理行遍天下，应该爱改做是有上帝的真理，就会当行遍天下。因为上帝的真理是伫这个世界四界拢会当来使用适用的。但基督教信仰上大的信息，就是死搁国外的毋忘。所以这是咱伫传扬以及流传落来一代搁一代。如果咱若停止宣扬这个国外信息的时阵，那呢，咱就无法度继续伫这个世界为主做见证。使徒保罗伊用一生的气力来见证主耶稣基督国外的信息。伊写到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内底讲，若是无国外，等于讲基督无国外；若是基督无对死国外，咱就无啥物好传的啊，恁就无啥物通好信啊。确实是安尼，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伫耶稣基督国外根基的顶面。咱若无去传扬，那呢，咱就无属伫基督的教会。国外毋忘会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，因为咱确信主耶稣基督已经过活了，而且会永远活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面啊。那呢，你要去传什么款的道理呢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你为阮为命，死伫十字架顶，互阮的罪得到赦免，互阮甲上帝过符。愿主你亲身看顾，互阮伫每一天，阮的言行举止，阮的所想所讲的，拢要来去传扬主你国外的信息。愿主帮助阮，当阮软弱的时阵，你坚固阮，互阮勇敢毋免惊。愿主继续带阮头前的路站，愿主亲身看顾阮每一个人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这时咱要来举行圣礼典，第一部分是圣灵的洗礼。咱唱圣诗第354首。咱人既然带罪出世，咱唱全首。咧唱的时，请黄柔珍姊妹徛到台前来。这时刻，咱要举行圣礼典的圣灵洗礼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。伊对死人中过活了后，还未上天的大声，有讲：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甲因行洗礼。互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的命令恁的，你着教示因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伫五旬节的时阵，彼得传福音，对听伊的人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教互因的罪赦免。搁要受信心的赏赐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既然咱的主、咱的上帝所要调的。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佮受洗礼。今仔日我嘛要对黄罗生你来讲，你着亲信，你若真正反悔。个别你的信仰，伫上帝的名来受洗礼，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的记号以及印证，佮要表明信心对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。黄罗珍，你要受洗礼，你着伫正人、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。所以以下你要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。第一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真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？你着倚靠上帝的恩典。尽力来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，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？这时要来为伊行洗礼，来上来台前。黄罗珍，这时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你一尽诚心，
愿你的神、魂、甲身躯，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，拢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好，到下面。这是要来宣告，黄罗珍，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礼，我去教会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文山教会小会的官兵，接纳你成做陪参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以及新约的恩典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愿感谢你极大的疼痛甲恩典。通过这个圣礼典，接纳你的囝儿黄罗珍入你的教会，愿你祝福伊，求你用信心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伊，也用赏赐恩典来赏赐伊，互伊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，永远伫你的内面。当伊拄着试探的时，求你保护伊，互伊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。愿你的快乐扶持伊的软弱，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的内面，告互伊会一生来服侍你。主上帝，愿恳求你，当阮逐摆为人来行洗礼的时阵，阮在场的每一位。参与就是这个圣礼典了后，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。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离开你的道路，致到阮亏欠，领受洗礼的恩贵。求你，互阮会完全的反悔，带阮倒转来归伫你。对待了后，为尽忠做你的奴仆。愿咱的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这是请小会员来接纳。恭喜！洗礼，咱有一个证书吼，证明你伫今仔日10月6号洗礼。教会有安排这个属灵伙伴吼，黄罗珍甲你安排的是亚玲师母吼，所以后摆一年也陪伴你伫读圣经、伫信仰的路站顶面，甲你会当甲伊做伙来跑走伫这条道路顶面。好，红色迄个是圣经哦。哦，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简单介绍吼，简单介绍黄罗珍吼，伊为5月底来到咱教会，伊来的时阵，伊伫这几个月内底，伊上了咱这个洗礼前的课程，伫这个课程中间，伊嘛领受真多。要较特别的是，当伊要来咱教会进前，伊是看到咱的十字架，然后进入，因为住附近尔。所以看到咱是个住咱遮附近20几年，出入，总是上帝引带伊。更较特别的是，伊甲我讲，当伊要入来咱教会的时阵，伊圣经已经读过1遍啦。所以咱继续为伊祈祷，可以毋单是读1遍，互上帝话真正进入到伊的心内。咱破破来接纳伊。好，请坐。这时刻，咱要来举行圣餐，请咱唱圣诗366首，圣诗366首，咱唱断首。咧唱的时，咱请长老来备班。
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属地与教会的陪参者，咱做伙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归五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，决断袂枵；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焦。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无气杀伊。枵喙焦，羡慕伊的人有福气啊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疼痛，甲咱众人伫底。咱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，又摕饼，祝谢，掰开，讲：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，恁着今年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佫旁边讲：即个杯是新约，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我一届啉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的面迄面，又摕饼祝谢，所以咱就照着伊的名、伊的模样、大声来感谢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即时刻愿遵探你的命令，摆设一个宴席，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。愿谦卑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，也圣别伫遮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饼甲杯，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伫你的恩典的帮助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也会伫你的恩典中成长大汉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愿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”请服侍长老。当咱摕到主耶稣的身躯为咱拍破的时，咱摕到饼，咱要所想念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奉献。那呢，咱会当伫咱受呼召迄个时刻，咱即时咱会当回应什么呢？
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恁每一摆食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佮旁边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然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，请服侍长老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主耶稣所流的宝血，洗净咱一切罪过，互咱甲上帝过好。来用感谢的心来陪伴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每一摆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我，咱同心来领受。咱每一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成做阮培养灵魂真正的画面。
各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互阮成做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受到祝福的信徒，是你永远国的福的。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届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阵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率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一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待以后会当荣光你的名。愿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同齐来唱诗，圣诗242首。圣诗242首，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。柜子里面有那个敬老金，一个牛皮纸袋包的，我刚忘了拿上来。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，羡慕我主。我的帮赞是对打罗予我，打罗守事。我一切帮赞对主上帝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宰。请起立，吟全首圣诗242首。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，羡慕我主。我的帮赞是对打罗予我，打罗守事。我一切帮赞对主上帝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大主宰。我主我要，互你的脚摇抓，祝你平安。主保守你，无吞面的关关，照顾帮赞。主在查保守，我可以写念，伊无吞面，互你相分相惜。主保守你，你到永远不等，容我平安。你的加冕，在水里的影，我应算。你能力的心，在永远上帝，安全的心，为得两位爱你。主保守你，愿守你最在海，主你华名。主保守你，好你心难无奈，心心难平。主为保守你，赐你平安。主所你，你只是到永远。请坐，即时来奉献。现在咱举行的是圣餐的奉献。咱若有圣餐的时，咱拢会奉献2届。第一遍是圣餐的奉献，做祖先的使用。咱今日圣餐的奉献是要予乐山疗养院。
是咱日常的奉献。主日的奉献是予咱教会伫咱正常运作各样的服侍来使用。请坐。这是我来报告。伫报告大声，请咱同齐来读金句2解。请，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双面的剑较利。凡魂甲神、骨节甲骨髓，无毋刺入破开。希伯来书第4章12节。因为上帝的道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双面的剑较利。凡魂甲神、骨节甲骨髓，无毋刺入破开。希伯来书4章12节。来主事奉同工，请咱家己来看，只是请咱掀开周报第6页来看咱教会消息报告。本主日礼拜有举行圣礼典，今仔日的圣餐奉献是为着北里乐山疗养院来奉献。咱今仔日有一位的成人洗礼是黄柔珍姐妹哈。第二，咱敬老的礼金，本主日礼拜咱要致赠咱2024年的敬老金，这是请牧师来颁发。咱敬老金为12月份刷，即马是为着咱重阳节啦吼。所以小会讨论了，讲咱应该伫重阳节进前就来分啊，所以就今仔日要来分这敬老金吼。所以以下我念着名，敬请省略。你若在场的，请你举手，也是你徛起来，咱的迄个执事的同工会将这个敬老金摕予恁吼。来，陈大哥，来在那边。许翠娟、黄如碧、
不必那样。魏秀清，秀清姐，吴晓忠，那个再一个人来协助好了。陈英吉，英吉那边，英吉应该呀，嘿，宋台生，哦，这第二场，好，于崇谋，陈进军，廖秀兰，嘿，林李丽玉，刘蔡金珠。陈美惠，在那边。张李云霞，徐前春，方荣珍，邱美秀，许金娥。蔡金娥、陈淑锦，对不起，何泽文，圣歌队，谢爱雪、陈桂英、江炳豪，陈次美，李文福。谢有健、严玲花、张宝彩，我在后面。郭锦凤，锦凤姐那边，嘿，然后这个是陈伟明那边，林雪娥。陈立祥、苏秀竹，英吉兄那边，嘿，陈胜雄、王纯英、李美琼、王丽珠、张建雄、张金普、朱梅兰。卢道安、陈素贞，楼上3楼，曾美霞，也3楼，廖宜洲兄，没看到，好，张约伯，好，还有叶美女，林素云。后面，黄乔、薛信美一样，后面，许清泽兄，不看，戴淑霞，李玉云。云姐嘛，无看。张君子，张昭仁，哦，好，没看到。郑清美，手上，哦，再跑一次，好。江素霞，郑无玉，云姐无看。会不会越到后面越大包啊？我们颁奖不是都这样吗？好，潘美燕、张素美姐那边，林春好、何生贵、杜雅敏姐不管，张碧云、林淑英、张建传。刘宗灿哥前面，陈丽珍，吴淑敏，
淑敏姐那边，张乖，来，苏坤郎这边，欧秀敏，哦，这上大包，上尾一包。好，你若无摕到的吼，无摕到的，确定啊，礼拜刷了后，找美燕长老吼，找美燕长老。好，咱搁一摆拍鼓啊，甲遮的长辈恭喜。报告继续吼，教育团契组开会通知吼，本主日中昼12点半要伫大会议室召开会议，请组员劳部参与。第三就是2024年思考研讨会资料备办吼，请伫10月23进前交予咱的干事来会诊。过来是团契同工改选的提醒啦吼，各团契伫10月底以前爱10月15以前爱完成同工的改选。吼，改选煞以后，请将名单交予干事。过来就是10月12号，吼，咱有个净滩活动吼，你若有参加的，吼，请你伫迄个开元街跟木星路的路口集合。游览车伫遐等大家啦吼。自备用品咱家己来看。吼，出发时间是8点，8点是准时出发咯，毋是8点报到哦，所以请恁来提早吼。过来就是咱教会有举办一个上读圣经的活动。吼，报名到今日来了哦，若无就袂赴啊哦。吼，咱伫10月27下晡1点到3点，要伫2楼礼拜堂这个所在，要来举办上读圣经的活动。吼，请大家来报名。过来就是下主日的礼拜，吼，咱是联合的礼拜，因为咱伫华语礼拜的时间，咱有举办培灵会，吼，请咱备办先来参加。今日毋知有新的朋友无？大家平安。今日有一位新朋友吴宣汉弟兄，他是北科大2年级的学生，现在住附近，他很欢迎可以常来我们教会聚会，谢谢。今仔日嘛有一位吼，咱久久无看的吼，咱今仔日圣餐奉献是为着乐山疗养院吼，董事春来吼，伊要来代表乐山，甲咱感谢吼，所以讲要讲几句话，吼，咱更了解乐山的即摆现况吼，所以互你一点仔时间，你甲大家请安者，嘿。牧师、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久无看吼，人少定咧甲我讲啊，讲到真侪人咧讲，安尼遐久无看到你吼，真歹势。我今日来吼，是因为咱陈圣山牧师吼，伊即马是乐山，较早叫做疗养院，即马改做教养院吼，乐山教养院吼。伊是即任的董事长。前一阵仔就一直甲我叫吼，叫我爱去斗骹手，我就互因拖去做董事啊吼。因为安尼，今日伊即摆人伫美国敲电话甲我讲，今日共教会吼要为乐山奉献，叫我代表吼来感谢一下啦吼。我嘛利用即个机会，先我简单几句吼，互大家认捌乐山一下吼。这乐山即摆叫做教养院吼，伊是1934年。加拿大的一个医生叫做戴仁寿来台湾宣教的时阵设立的，已经满90年啊吼。一个开始是对麻风病开始啊吼，后来呢，战后伊改做身体障碍、身障各种智障啦吼，身体功能丧失的这个人的迄个照顾吼。到目前118位伫遐咧照顾，拢是成人啦吼。牧师去了吼，但牧师去了，伊感觉讲，伊就去了解讲，因当初申请的时阵是会当照顾200位、200床啦吼。目前敢若照顾118床，伊感觉真可惜。伊吼照即个全台湾统计的需要吼，咱全台湾领有迄个身障手册，多重身障的迄个手册的人吼，121万人，
占全人口6%，吼。啊，所以陈牧师认为讲，咱应该要扩大服务的功能。既然会当做到200床吼，做118床伤拍算。啊，所以伊嘛真用心吼，伊就甲我讲爱去斗骹手啦吼，因为乐山早期吼，伊周围还佫真侪土地，各种的土地，差有20-30甲哦。即马除了这个教养院的部分以外，还没有开发的还佫20-30甲。伊希望将来当开发做大健康医疗这种院区，甚至会当甲马街病院来合作吼，一直有咧谈。希望会当扩大，这个社会有遮尔大的需要，会当扩大服务啦吼。这就是伊目前的情形。今日真感谢大家为乐山来奉献。希望未来伊的需要还佫真大，大家继续关心甲带导。谢谢。咱继续为着乐山来带导加关心。这是咱要来行平安礼，咱特别爱甲今仔日的洗礼。甲咱的新朋友甲因握手哦。这是咱来行平安礼。好，这是咱来吟马变的诗395首，395首，至诚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。心内最后的
愿咱拢会当去传扬主的真理，愿咱拢会去传扬主国外的好消息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灭倒。请长老留步，小人咱要翕相。喂，咱请小会员甲罗真，咱做翕一相，来，小会员到头。